在阮同的主委贵健康主委起来，甲大家问好一下各位，同一声来欢迎，真的谢谢。谢谢，同一声来欢迎这个部分集团为我们祝福喽，谢谢。哇，当时他这个。来，同一声来欢迎咱的口罩调到来上台，谢谢。咱贵州委员啊，个咱种信徒吼，我相信讲今日诚欢喜，咱中部还有天运动吼，我讲吼，拄好是社会先顺势来结束啦，而且来准备着咱吼，天运动吼，种天运中心来利用咱大市领导啦，主持无咱国际友情吼，今日足欢喜的来到遮，我看到讲足。各位乡亲，欢欢喜喜来到遮来甲社会先生吼来作收啦吼，嘛希望讲，咱感谢着咱天运动所有的咱遮委员啊，或者是咱遮庙宇啊，咧推展啊，拢足顺时的，包括今日嘛是有一寡迄个赈灾活动，我嘛拢知影吼，而且用这个机会来感谢着咱天运动，或者是对着咱社会福利、社会救济所做出的付出。包括有一些咱庙里本身有一个救济即个机制咧运作啦吼，这是做咱一个，咱遮有需要帮忙的委员是个委员，咱吼也讲叫这个出来帮助安尼，我知影一到底啊，咱运动咧做代志吼，所以今日是起来吼，大家遮伊了甲运动咱遮所有的委员，咱庙里大家说一下感谢以外，也会甲咱。咱在座所有的乡亲吼，说一个感谢，嘛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如果伫咧即个端午节进前吼，嘛祝咱大家吼，阖家都平安快乐安尼吼，端午佳节愉快。多谢各位。谢谢。来，谢谢，在这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张区总监丽莲会长。再说来，台湾人这边来欢迎几位贵宾啊。真感谢咱友局，安尼今日参与一个会平安的，因为下早拢陪你，有讲话话叫收声，真感谢，简单欣赏音乐，好咱就平安的。我邀请咱新王阮个会长，同一声来欢迎咱的环境的主委。欢迎，来欢迎我们主委把今天大家来过来欢迎，谢谢。感谢咱贵州委员吼，还有咱本乡所有的管理委员，在座呢有咱新营的区长，还有所有各庙市的主任委员，各位信徒大德，各位善人信妇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今是咱社富千岁的圣诞千秋千年庆吼，照咱即个区长讲的话吼，咱天运动阳光天运动，本身伫咱新营区呢，因为咱庙宇的关系吼，每年都有做非常侪的善事来救济即个咱遮个较弱势的团体吼，这就是咱做换庙宇的人，甲管理庙宇的人，一心一意想要做的代志吼。阮专心的，奉事阮社安王公祖地下庙内底，包括咱即个龙福宫天堂，嘛是阮专心奉事咱社安王祖地下庙内底的其中11间庙其中的一间吼。阮专心为11间庙，即个范围呢，按咱的台中。按台中吼乌日甲大肚遐，一直沿到咱即个屏东的万丹，阮全省有11间庙吼，拢是奉事咱社安王公祖，无着咱社富千岁吼，来制作兄弟庙。阮每当呢，阮拢会办一个即个兄弟庙的联谊会。了，迄办联谊的时吼，阮是11间庙轮流咧办理吼，全省所有的即个庙宇。
会到去一单遇到迄个运呢，去参加去敬拜吼。咧每年呢，都将近2000至2500个信徒吼，来加入来参与这个庆典吼，非常热烈。今日我非常欢喜，咱苗福乡天文堂，今日咱的财务真济，4万年轻。伫我开始捌到咱过主以了，我感觉苗福天文堂吼，一单比一单较进步，信徒一单比一单搁较旺盛吼。而且风火庙火呢，嘛愈来愈旺盛，这是我感觉讲真可喜的代志，因为伊个做善事的行为呢，互咱所有的信徒家己讲看唔对，大家会当广义讲来遮参与来遮放面吼，这是非常好的代志。当然，咱食富真神呢，为甲遮种其他种类的所有成员呢，一定会对咱新名遮个口音的所有信众，咱大家呢，一定会讲咱给咱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希望咱个咱信徒迄个种的，这国宝中天文台，这会当愈来愈旺盛，愈来愈旺盛吼，或者愈来愈多。再次感谢为了这个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吉祥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兰注意，谢谢。感谢大家注意。谢谢大家的喜欢，咱天团护安宫我们的团队委员会的主委，谢谢。咱的注意，咱即马当时要来邀请吼，咱的苗福乡天文堂，咱的所有的委员上台吼，甲大家敬一下手的。所以吼，要听着我讲话话吼，来咱在座吼，咱所有干部委员来摕起恁的手杯安尼做伙上台，嘛咱主委准备一杯手的吼。这个邀请咱的苗福长嘛，来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来。